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8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创世纪49章第1节到33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彼此控诉。有人说基督徒不能上法院，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的。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牧师目前服侍的教会可能就违背了他们所说的圣经的原则了。牧师必须要交代一下，免得兄姐有误会。目前呢，教会是因为我们有土地被人占用了几十年。过去在教会的同工里面呢，都本着基督信仰的爱，因此没有采取比较强硬的法律行动。但是呢，事情一天又一天，拖过1年又1年，土地仍然是被占用的，就是如同台语的俗语说软土生绝啦，软土深骨。几年前，就是目前受托教会土地的管理员、教会的长老，他就主张应该要采取司法行动，将土地收回来，作为一个好的上帝的管家。感谢上帝透过基督徒的律师的协助，我们一步一步朝着将土地收回的方向进行了。虽然这是一个司法行动，但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教会的目标非常清楚，我们就是要收回被占用的土地。但其他的部分呢，教会仍保持着以基督的爱作为思考的原则，并没有赶尽杀绝，尽量的为对方留地步。这样的情况其实跟今天保罗教导的这个经文里面所记载的是完全不同的。那到底圣经怎么说？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的教导这样来说道，他说：你们信徒之间如果有争论的事，怎么敢告到不信主的法官面前去，而不让信徒替你们解决呢？难道你们不知道信徒要审判世界吗？你们既然要审判世界，难道没有能力解决那些小事情吗？你们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更何况世上的事呢？那么如果有这一类的纠纷，你们要让那一些不足为教会所重视的人来处理吗？多么可耻啊！难道在你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替信徒们解决纠纷吗？你们当中竟然有信徒控告信徒的事，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你们彼此告状，这证明了你们是完全失败的。为什么不宁愿受点冤枉呢？为什么不甘心吃点亏呢？你们竟彼此冤枉人，互相亏负，连对自己的同道们也是这样吗？保罗所说的问题是针对于那种不和睦、缺乏爱的哥林多教会所说的。那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问题拿到了外面的司法去处理。
保罗的概念是从信仰的角度来思考，意思就是说，领受的救恩与基督要来审判世界的基督徒，怎么会落到教会里面兄弟姐妹的问题需要被一般的司法来处理审判呢？如果这一群人真的这么样的没有信仰基础，到外面彼此控诉，而需要一般司法来处理教会里面的内部冲突、信仰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全盘皆输了。所以保罗就说啊，多么可耻啊！他说：“你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替信徒解决纠纷吗？”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经文，看到约瑟他在哥哥要回去迦南地，带领父亲家人移民到埃及之前，约瑟在送别他们的时候特别交代。圣经记载，他送走兄弟们，临行的时候吩咐他们不可在路上争吵。哥林多教会一直有不合一的问题，也一直有内部的纷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其实就提到这样的问题了。也因为他们的不合一、不彼此的相爱，有分党结派的问题，严重到需要去寻求一般的司法来解决、处理教会内部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一般的司法案件，而是教会内部的信仰问题，竟然需要用司法来处理。信仰问题，这个才是保罗所说的真正的问题症结。虽然如同雅各在过世的时候，他召集了他的儿子们，他提到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也就如同这个约瑟提醒他们的，就算不同，也不可以彼此争吵，不可以彼此争竞，不可以彼此控诉。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话，圣经这样记载：难道你们不知道邪恶的人不能做上帝国的子民吗？不要欺骗自己呀！凡是淫乱、拜偶像、奸淫、做恋童、亲男色、盗窃、贪婪、酒醉、毁谤人，或是勒索人的，都不能做上帝国的子民。你们当中有些人从前正是这样，但你们已经被洗净，已经被圣化归上帝了，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我们上帝的灵，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了。既然已经组成了基督徒，圣化了上帝国的子民，就必须要改掉以前的生命模式、生活模式，然后呢，追求跟人、跟上帝、跟人都有合一的关系。诗篇124篇，以色列啊，你说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会怎样呢？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那么仇敌攻击我们，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了。洪水早已卷走了我们，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急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我们像鸟儿挣脱猎人的罗网，罗网破裂，我们得到自由。
我们的帮助从上主而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感谢上帝这项救恩，使我们能够被圣化，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国的子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彼此相爱，能够荣耀主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